自2014年實施統一審核機制以嚟，呢個本來係攞嚟保護極少數真正難民嘅政策咧，就被極大量嘅假難民咧係騎劫咗，成為佢哋留喺香港打黑工嘅一個漏洞。呢啲嘅聲請者唔單止對香港嘅社會秩序咧係造成衝擊，亦都係不斷消耗香港社會嘅承受能力。特區政府已經係一年又一年咁樣使10億以上嘅金錢係去應付呢啲咁樣嘅假難民。我自己嘅辦事處亦都經常收到市民嘅投訴，佢哋話呢啲聲請者咧係霸地瞓街啦，有打黑工啦，有從事非法勾當啦，亦都有打交嘅。而根據政府嘅統計咧，警方已經喺2024年嘅1月到10月係拉咗600個揸行街紙嘅免遣返聲請人，佔總被捕嘅人數咧係2%，即係話每100個被拉嘅人裏面咧，有2個就係揸住行街紙嘅聲請者。呢個情況你話嚴唔嚴重啊？當然係非常之嚴重啦。而事實上面，你睇到而家仲有15700個聲請者係留咗喺香港裏面，而我哋短期內係睇唔到有機會將佢哋遣返原居地。每一年政府使喺呢度嘅公帑，其實真係數以10億計。財政嘅壓力係對我哋而家財赤嘅庫房咧，係造成非常之大嘅壓力。睇咗過去嘅10年咧，其實我哋都睇到保安局同埋政府咧，都係盡力咁去處理呢啲免遣返機制衍生嘅問題，包括係加強堵截啦、修例縮短審核嘅時間啦、打擊呢啲黑工啦、增加羈留嘅設施啦。當然入境處亦都係好快咁樣完成咗審核所有嘅積壓個案，而家就處理緊一啲嘅新嘅個案。但係個問題就係好似頭先黎棟國議員講緊嘅，而家我哋係面對住一個滯留難送嘅困局，依然都係未解決。所以其實問題嘅關鍵就係呢啲未被確立嘅聲請者，佢哋成日都利用而家司法覆核嘅上訴程序，拖延佢哋非法留港嘅時間。當呢啲聲請者被上訴委員會裁定不確立之後，佢轉下眼呢就會提出司法覆核嘅申請。反正呢樣嘢對佢哋係冇成本嘅，入張紙向法庭排下隊就得㗎啦。咁樣呢就可以他條條咁樣留喺香港裏面呢，係等結果，揸住張行街紙，跟住就再去打黑工。而家呢啲個案類似嘅呢，就有8000幾宗。即使司法覆核許可係申請被拒，呢啲聲請人仍然係可以上訴，再留多喺香港一段時間。所以聲請人滯留喺香港3、5、7年係經常可以見到嘅，有啲甚至乎係留咗喺香港10年以上。呢段期間，佢哋唔單止每個月可以攞到1000幾蚊嘅政府津貼，如果佢夠膽嘅，或者經常性都係咁噶啦，佢就去打黑工啦，或者係變做一啲黑社會嘅非法勾當咁去從事嘅話咧，佢獲利就會更加大。喺到佢被遣送嚟香港之後咧，其實佢都可以揾到一大筆錢咧，係翻鄉下嘅。所以嚟香港搏一搏，何樂而不為咧？對佢哋嚟講，基本上係零成本。所以儘管政府喺2022年更新咗呢個遣返政策之後，遣返法庭已拒絕司法覆核許可嘅申請人士，但係呢個政策只係僅適用喺被法庭拒絕嘅人士，並唔適用於我頭先所講緊嘅喺度排隊等司法覆核許可嘅聲請人。因此，司法覆核係遭到濫用，並未能夠係徹底解決我哋而家呢個問題。所以咧，我哋希望政府咧係能夠係優化司法覆核嘅一個流程，縮短佢哋滯留喺香港嘅時間。呢個先至可以能夠係令到而家嗰15000幾人咧盡快遣返原居地。當然，更加重要嘅就係取消咗佢哋嗰個經濟誘因，杜絕佢哋打黑工。所以我哋希望咧，政府能夠繼續用好佢一啲嘅羈留設施，將呢啲咁樣嘅聲請者咧係全部擺晒入去呢個羈留設施，唔好俾機會佢哋咧喺社區上面活動，唔好俾佢哋咧係作奸犯科，唔好俾佢哋打黑工。呢個先至能夠真真正正咁解決呢啲酷刑聲請者嘅帶嚟嘅問題。多謝主席。